涌对恐怖袭击，明星陨落，体操女王泪洒赛场。飞人刘翔演绎中国田径神话。在经历了108年的时光之后，奥林匹克运动又一次回到了他的故乡。请收看《探索发现》即将播出的大型奥运电视行动《同一个世界之欢迎回家》。